喺上年年中收過一個朋友嘅短信啦，佢問我，佢話：咦 Jackson 點解你變咗第二個人咁樣嘅？好似你以前唔係咁腫嘅喎，點解而家變到咁腫？跟住咁其實當刻我都唔識答佢嘅。原來每日自己照鏡係唔知道自己肥咗嘅，原來人哋睇就唔一樣啦，因為人哋嘅記憶就喺過往。咁佢突然間見翻你，而家嘅相就會覺得哇，你真係變化好大。咁所以亦都係一個弊處，就係從來冇正視自己呢個問題。我係做保險行業嘅，咁喺呢個年頭已經有5年有多。咁主要嘅平時工作範圍都係出街見客啦。每一日可能都要食5餐到6餐，就由朝頭早開始啦。我當可能早餐咁樣，有啲朋友係一早返工嘅，咁變咗我同佢要食個早餐啦，即係7點零鐘就要食噶啦。跟住然後有啲係唔需要返咁早嘅，咁就同佢食11點。跟住其實11點打後咧就係 lunch 嘅。咁通常我哋一定會 lunch 時間出去約人，即係見面啊，跟住然後都係要食嘢啦。就算幾唔想食，你都係要食個沙律，或者係要食個包，或者要飲杯咖啡。咁然後再落去，你要講下一場就係4點到5點之呢個時間。跟住其實再打後就食晚飯啦。咁如果嗰日真係有大排筵席嘅，好多朋友過嚟揾我嘅，咁就變咗就要食埋個晚飯。食埋個晚飯打後咧，其實都有機會可能。喂，大家未盡興喎，咁啊再去其他地方再飲杯嘢咁樣啦。咁有陣時返到屋企都已經係凌晨嘅2點到3點左右，咁就越嚟越開始覺得體重就開始肥啦，肚腩又大。因為我着啲西裝同埋恤衫都會比較修身少少嘅，咁就會個肚腩好顯啦，就會肚腩比人大，就好似有少少好似上咗年紀嘅人咁樣啦，係啦。入行前我記得自己係75 kg 嘅，咁入行後開始就慢慢升嘅，咁中間有發現自己都唔對路喎，咁就試過減過一排，咁啊用食藥嘅方法啦，唔食嘢啦，跟住各類型嘅方法都試過，咁然後當停咗落嚟咧，就開始反彈。而家身體狀態其實我而家都去到93 kg 嘅，會喺夏天更加辛苦啦，因為我比較急啦，咁我就行得比較快，咁所以會容易氣喘。咁未真係去試過即係做 body check，會唔會有三高嗰啲？咁其實都驚嘅，因為好多時都話啲人話你飲咁多酒會唔會有尿酸㗎？咁我都有怕呢樣嘢出現嘅。其實就而家最影響我最大嘅嗰個就係我上司啦。咁因為佢係本身都熱愛運動，其實佢好影響我嘅，因為佢而家都有同我講，佢話你應該要再 fit 翻啲啊，唔好咁肥啊，盡量飲少啲酒啊咁樣。咁所以我哋好多時都會一齊去運動，咁變咗佢係一個好似一個鏡咁樣照住我，喂，你應該要好似佢咁嘅身形咁樣會好啲喎咁。好多研究證實咗，從事金融行業嘅中年朋友係三高嘅高危一族，因為佢哋嘅工作時間長、壓力大、節奏快、日夜顛倒，引致壓力荷爾蒙長期處於高水平，容易血壓高。而胰素唔平衡，令到血糖上升，再加上飲食唔定時，外邊嗰啲食物又比較油膩，容易高血脂。肝功能會受損，同埋都冇時間做運動，容易肥胖。Jackson 呢方面又留意到嘅，佢又開始做運動，但係佢要注意體重、均衡飲食，同埋增加休息嘅時間，仲有要盡早做三高嘅篩查檢測。正所謂疾病早預防，健康在身旁。